跑勝咧，啲飛越買越勁啊！睇睇佢點跑，排喺呢個6位，綠色衫一出閘時候啦，白鼻梁嗰隻已經喺前面㗎啦，就係跑勝啦。仲有好快嘅馬啦，有內欄呢個龍紋邊影啦，然後有德奇利好接近啊，興寶嘅第3位埋邊咧，仲有呢隻好理想啦，再跟住就跑勝啦，大外檔有生生猛猛同埋就係心星，未見嘅馬咧有快驅啊、智勇雙團、玩具世界永威包尾一隻瀟灑龍啊，遠遠包尾嘅。跑咗大概咧400零米路程啦，開始轉彎啦，龍紋邊影咧貼咗條欄打咗出嚟先，跟住貼得好緊呢啲咧就興寶之後咧就係呢個跑勝啦，然後隔離得德奇利，哎呀呢隻內欄呢隻馬check啦，就係好理想一路check到落去第7位啊，心星喺個第5位啦，生生猛猛喺隔離，再跟住就快驅之後就智勇雙全，仲未入鏡頭咧，玩具世界永威同埋瀟灑龍啊，應該係機會較為弱啲啦，就嚟轉入直路啊，前面一對馬龍紋邊嘅內欄中間興寶開始捽緊嘅大外檔啦，跑勝咧。輕輕追緊咗少少，就有內欄德奇利開緊邊添啊！再跟住後面咧就生生猛騎女反而麻麻地，去到最後嘅200零米路程嘅時候，前面就係龍紋邊影同埋跑勝一對同狗馬喺度鬥緊啊！似乎呢個跑勝係相當緊要啲啊！推2步之後已經係壓住呢一隻咧，龍紋邊影啊！德奇利已經褪到落第3位㗎啦，終點在望啊！跑勝一路咧係壓住呢個龍紋邊影，果然咧可以贏呢場頭馬，飛腳好勁啊！跑勝係贏緊龍紋邊影㗎啦，回帶我哋要翻200嗰度嘅起步嗰度。興寶喺個第4位，德奇利起步嗰陣間俾翻我哋。神速拍照都係跑勝龍紋邊影㗎啦。睇下德奇利呢度狂勇，前邊嘅走勢就曳啊！一陣間話俾你聽，唔係一陣間又話要鬧人，唔係鬧人，其實呢件事就擺俾你睇嘅啫。第一場就馬房 Q，好多實力馬就唔見咗影喎呢場。贏位都幾好分下㗎，其他啲馬唔使睇啦，遠㗎啦。再後啲嘅馬啦，好似個旺財百樂、中橫四海啊、靈企啊、飛龍世界、保安勁、利是達咁啊。轉彎位置嘅時候，大瀑布咧搶咗出嚟之後咧，有輕輕冚翻慢少少啦。馬迷之寶咧由起步到呢度咧，仲係吹騎緊㗎。左紅之上到嚟第2位啦，跟住就係旭翠第4，然後急先鋒啊第5，隔離有呢個金槍俠點頭咁樣啊，跑得高喺度大外檔咧就雷霆武士啦。後面一紮靈企、利是達啦、中橫四海啊、旺財百樂啊，輸得少遠少少啦。轉入直路嘅時候，大瀑布咧輕咧走咗出去中間位置啦，跟住上緊嚟有呢個金槍俠同埋隔離嘅海紅之珠走埋邊啦，急先鋒啊都好近㗎，仲有大外檔雷霆武士跟下呢度冇乜力咁滯喎，去到最後100零米路就係前面一對馬鬥緊呢個大瀑布同急先鋒，咁樣噬兩下之後已經係過咗呢個大瀑布，後部又顯翻出嚟㗎，前面嘅馬咧仲係急先鋒，但係保安勁喳嗱聲喺度逢馬過馬上嚟第2位過鐘嘅時候啊，又冷跳啦，急先鋒爆冷門，保安勁第2、第3。大瀑布爭啲可以第2，睇住佢有個點頭啦，呢隻馬呢度疾步嘅，唔疾步咧佢已經第2啦。邊出咗腳。嗱，頭先我哋點頭啊，大點頭啦呢個。有疾步，一疾步呢隻馬就慢，後邊隻馬上嚟趕過咗佢。雷霆武士就跑得比較曳啲，派得高嚟都係冇乜表現㗎。轉彎嘅時候，呢隻超霸金剛咧越逼越近㗎啦！哇，威力冇啦，見到李如何好搏命喺度開緊邊啊！超霸金剛撳住都已經差唔多拍住佢啦。好王子嘅第3位埋邊啊，讚揚之後咧發達領啊，再跟住咧見到彩色英雄又追近少少咯。隔離嘅咧仲有一新葉大外檔咧就係健安之後有鑽石海岸喺中間位置，然後就係幸運爾喺埋邊，後啲咧仲有香港武士抽出外檔上啊，跟住就分到少咁啊，轉入直路嘅時候咧前面超前咗咧有呢個超霸金剛咧同埋呢個好王子啊，但係內欄呢個彩色英雄拍2步已經係浸聲上咗嚟㗎啦，已經帶咗頭添啊！喺個第2位又上咗嚟，有啲馬就鑽石海岸全部唔同晒㗎啦。幸運呢個內欄呢個重圍困啊，終點再望嘅時候，哇！零叮叮得嘅彩色英雄喺前面啦，大勝對手啊！4個馬位，鑽石海岸喺第2位，睇下邊隻第3先。第3咧就係另一隻冷馬咧，香港武士上嚟嘅。未開過一邊，就喺膊頭度拍咗2嘢啫，一路咁推拍一邊添。好犀利，一穿出嚟好似子彈咁。一穿出嚟飄離咗，即刻脫穎而出，呢度真係可以講。隻馬飛數都好硬淨，唔使開邊嘅啫嘛。哇！贏4個幾馬位，後邊鑽石海岸啫，亦都係第一次有表現嘅。香港武士其他嗰啲熱門馬啦，丁知就知道呢場馬係好亂㗎啦。留意下啦，
一隻百威神同一隻眼鏡之王一起閘嗰時候，哇！兩隻都起擒啊！咁啊，眼鏡之王鬥士喺個尾，而家追翻上個尾二，仲拋咗啊高池落嚟先嘛，兩隻馬都冇跑到咁滯㗎啦。見到咧前面就係高招數啦，哇！喺當短途咁跑啊，捽出嚟先。簡炳治3隻馬喺前邊啊，而家。然後就集文到啦，再後啲咧有呢隻係歡笑喺外檔啊，今日痛好快下喎。然後埋邊有啲係超世紀啦，真威留守喺個第5位啦，隔離就蝦王，之後咧就有啲係順利得勝，然後就有啲係進區啊，赤鬥士就喺個內欄啦。咁啊包尾一對馬咧就有馬特快同埋就係創新嚟噶。咁就嚟要轉彎嘅時候咧，呢個高招數咧仲係佔先過零馬位到啦，歡笑係第2位啦，超世紀係第3，然後就集文道都留得好辛苦啊。大外檔咗馬啦，加速上咗嚟就係呢個順利得勝啊，左雙去到第3位啦。跟住嗰隻咧就係真威啦，然後粉紅色衫、粉紅色帽就係呢個蝦王隔離咧有對馬威脅住啦，有呢個進區啊，同埋就係赤鬥士大外檔啊，馬特快啊，埋邊呢隻馬包尾嗰隻創新啊，你都留得幾辛苦，轉入直路啊，高招都仲係搏命咁拱啊，但係點拱都冇乜力㗎啦。見到順利得勝啊，首先呢一拍住佢啦，後面追緊上嚟有真威一步步追緊上嚟，跟住係歡笑打落去煩馬地啦，蝦王追上嚟大概第4位，仲有後面咧有啲澤文道啊、創新咁啊，去到最後嘅100厘米路程嘅時候啊，真威幾個字冇淹破嘅前面㗎啦，有順利得勝一路挨埋啊，窒一窒隻蝦王添啊，後面一馬仲會追咗上嚟，有啲歡笑同埋呢個創新啊，真威係贏緊㗎啦，睇下蝦王同創新啊爭機會啫，個鐘呢個時候啊，創新第2、第3名就蝦王。喺呢度咧，真威有少少內閃啊，順利得勝亦都向內斜跑嘅。而家蝦王同埋歡笑呢啲手係受咗嘅。高雅子隻馬騎得好好嘅，哇！蝦王唔阻都輸㗎啦。阿簡又贏杯賽揀好嘢啊！一馬好耐冇俾高雅子跑㗎啦，佢堅持用翻高雅子跑。呢個場合應該用高雅子，老實講好騎師嚟嘅。呢場又有錢分喎！轉彎嘅時候，呢個老馬神風已經係打咗頭啦，呢度佔先2個馬位到啦，深深喺第2位，然後第3位就日月金刀，大外檔就青紅霸，中間有隻紫色衫嗰隻咧就係恒安嚟嘅，埋邊就係高力道啦，再後啲有啲就係南莊霸、意利高，然後又夠運好友啦，揾到成8、9位咁就㗎啦，跟住就義五真滿意啊、利精啊、常山街風、松柏之光同埋飛孔紅風啊，轉入直路嘅時候，神風仲係喺前面嘅。跟住咧有呢個深深嘅輕輕已經係拍住佢㗎啦，呢度都未認真騎啊！喺個2、3個馬位之後先見到就日月金刀打落去，反應麻麻地，恒安反而咧上得嚟比較上勁一啲啊！去到最後嘅100零米路程嘅時候，深深已經係跳咗欄打咗出嚟㗎啦！喺第2位上嚟見到阿恒安啊，神風仲喺個第3位啦，終點在望啊！深深零零舍舍一隻喺前面贏㗎啦，第2位就係恒安，睇邊隻第3嘅啫！哇，一對馬好接近喎，係意利高同埋就係南莊霸影相，結果咧南莊霸影贏，意利高得第3。深深啊！拉出嚟就好靚㗎啦，深深真係好靚啊！呢馬試跑都見佢犀利啦。即係講 fit 嚟講咧，雖然擺出嚟見到呢隻夠運好又都有狀態，用咗即係計馬係唔夠佢。深深爭好遠，呢隻係進步緊，嗰隻差唔多。恒安臨到尾落飛落好犀利啊，去到6倍啫，都交翻個第2。開始見咧，近能逼緊呢一隻威德上咗少少㗎啦，已經係進佔上嚟，大概第5、6位之間啊，同金雞隔離啊抽咗外檔啦。後面呢，仲有呢個旺財先生同埋奇鳳啊，再跟住包尾一隊咧，錦繡年代同埋寶長星轉入直路嘅時候，前面一對馬好似咧遠遠地咯，車中紅同埋就係聰明飛彈啊，冇乜勁啊，反而外檔呢個威利德啊逐步進積上嚟啊，呢度咧過咗呢個車中紅啦，跟住後啲啦馬上嚟有天天順利同埋大外檔嘅金雞啦，去到最後。喳喳聲上緊嚟就金雞同埋威利德喺得呢一對啦，結果劏咗佢。應該現場收聲錄呢度，我哋一路叫劏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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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劏佢就喺度劏咗佢，啱啱劏咗佢，一路壓住嘅，鬥得好精彩啊！高雅子鬥好嘢啊！呢場馬一流實正啊！呢場馬打得鬥近能，你估個個鬥得贏啊！真係好嘢，夾硬殺落去。哇！呢度緊張，一路嗌劏佢，呢度未劏到嘅，劏佢，劏佢，劏佢，出嚟嗌聲劏佢就到啦嗱，劏佢咁就到咗啦，唔使叮當啊！呢場話唔使叮當，點叮當都贏啊，叮與當都贏。呢場咧都係正路馬，去到呢一度咧次序仍然冇變喎，就嚟仲有大概咧500米到路程要衝㗎啦。
仲係喺呢個風雷金剛佔先個零馬位到啦，眼鏡世界要開始咧，見到高潮輕輕揚緊㗎啦，多多彩第3位亦都踢緊㗎，然後大外檔啊紫金山點解咁蝕位喂？後啲有世外桃源好運來啊，信自己啊，武力勁快感益之寶啊，轉入直路啊，風雷金剛呢度1號跑快少少啦，眼鏡世界咧仍然喺個第2位啊，跟住多多彩打落去反應麻麻地啫喎，好運來喺個第4位啊，後面啲馬都仲未有個馬上嚟㗎，去到最後嘅100零米路程啊，風雷金剛仲係喺個零馬位嘅優勢啊，風眼鏡世界搏命咁打，睇下可唔可以追近啲啊？得個近啲嘅啫，多多彩一步一步追上嚟，亦都係冇乜勁咁啊！哦，個終點啊，所以風雷金剛贏啦，眼鏡世界第2、第3名咧就多多彩。起步到呢度快嘅呢場，一路放到翻嚟，好似啲馬都係鬥我提咗跑咁幾次要揀二人，提咗幾次。上次啊跑得好曳啊，連場都曳，未好多見到佢稍微好啲啄，我都揀喺包尾嗰4名度揾佢就得㗎啦，今季呢場就丁冠豪啊，好合拍嘅，眼鏡世界都跑咗超水準喎，應該係都跑得呢一場咧冇嗰啲熱門馬當然好分啦。轉彎位置啦，前面仍然係一對馬，龍馬精神同埋快樂飛俠啊，後面啲馬咧又近咗啲啦，有松山咧外檔，中間係萬寶之星，天區就係一個內欄，然後見到咧就快利多咧逐漸上咗嚟啦，已經係順到去第6位，通王咧其實極都麻麻地，唔係好喐啊，馬中馬啊飛出外檔上嘅，然後天王星啊無敵至尊金戈鐵馬即善之家包尾寫寫意義，轉入直路啊，快樂飛俠同埋龍馬精神仲喺前面咧佔先個零馬位到啦，跟住喺第3位咧內欄嘅天區，然後萬寶之星大外檔啊，高東嚟一飛啊，快利來咧，快利多咧，就一聲上嚟呢度啊，直追咧快樂飛俠啊，跟住仲有啲馬中馬喺後面咧追緊呢個快利多噶，去到最後嘅100零米路程嘅時候，快利多已經係超前成個幾馬位噶啦，馬中馬喺個第2位，喺第3位快樂飛俠爬緊嘅啫，嗰個終點嘅時候咧，告東尼食尾糊啊，快利多第1，第2啊馬中馬，第3名就係快樂飛俠。一對後勁上嘅馬，告東尼騎隻快利多喺中檔揚兩步上咗嚟，其實好單純呢3隻馬。睇3隻馬就根本上低實力嘅真係。尾場咧，拉出嚟呢3隻馬大好靚。 Q 啊，大2 Q 12倍，總係咁嘅嚇，爆到7彩啦，臨到尾啊整翻雞糊嚟大熱 Q 都有103蚊喎。 ，3蚊3紅彩都唔錯添啊！睇睇快彩。